過來消息來看，新竹市高翠路一間便當店遭透早爆炸，初步了解這應該是加速桶爆炸，除了造成2個人死亡、2個人重傷，附近的建築物嘛受損。市政府是表示講會派建築師來進行結構安全的檢測。即馬受災戶是真煩惱賠償的問題。看到已經破了的門窗，實在真無奈。拜二新竹市高翠路便當店發生加速爆炸，造成2死2傷的意外。爆炸的規模唔但造成建築嚴重損害，附近的店家甲鄰家厝也受到影響。拜三大家開始清理家園，面對這麼嚴重的損失，目煩惱刷落去，唔知影要找啥人來賠。像哦，係啊，早我嘛唔知人賠啊，無人賠。對他這兩者兩條命，玻璃四散啊，然後貨架也都亂七八糟，他們做生意的一定會受影響，然後還有包括隔壁的麵攤啊，他們的那個天花板都掉下來了。市府指出，刷落去除了會先辦理建築物結構安全評估以外，來協助受災戶去處理保險賠償的問題，目前先用災害準備金來幫助受災戶負擔相關的修理費用。那這些受災戶，我們會以災損金來協助他們先做第一波的復原。那後續這一些市府支付出去的災損金的代償，我們會再以這個市府的這個律師顧問團來向這個當事人來進行求償。消防局針對爆炸原因，目前初步判斷是加速桶的鋼線斷去，加上現場攏總有4桶的加速桶，再造成這麼嚴重的意外。就是它是因為瓦斯管斷裂，造成這個16公斤跟20公斤的一個這2個瓦斯桶的一個氣體的一個大量的一個外泄。發生爆炸的便當店是指出店保公共意外險以及火災保險賠償問題，要等調查結果出來了再等看刷落去安怎處理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